大家好，我係 Henry，又嚟到今年新一集嘅市場熱話啦。今年1月份咧都過咗大部分日子㗎啦。見到咧，其實最主要咧都係見到呢個地緣政治嘅因素咧，成為呢個環球市場最不確定性嘅一個因素啦。不過咧，你要知道咧，其實短期嘅一啲地緣政治咧，都係可能短期因素影響翻個市。長遠嚟講咧，企業咧都要睇實翻佢個基本面啦，再加上個經濟個大環境咧，都會咧影響翻個投資市場嘅一啲氣氛嘅。今年嚟講咧，可以見到咧，其實呢一個市場嗰個狀況咧，都唔係單單聚焦喺個 AI 嗰方面，見到美國方面咧一啲原材料啊、能源啊、工業等等嘅股價咧，其實都表現得唔錯。呢方面嚟講咧，都顯示咧其實預期咧，美股咧今年咧都會受惠翻咧美國上年就係公布嘅大而美法案咧一啲嘅稅務減免啦，一啲補貼啦等等嘅一啲措施咧，其實都會令到咧個資金咧可能就會分散去唔同嘅一啲板塊咧做翻個部署嘅。不過咧要留意翻一啲板塊咧都要小心一啲啦，尤其是始終特朗普嘅政策咧都會有所影響，例如一啲房地產板塊嘅話，其實咧之前嚟講咧，有傳咧特朗普都會限制咗一啲機構投資者咧，就係買入翻呢啲美國嘅一啲房地產啦。再加上咧，之前嚟講就有傳就係一啲信用卡嘅利率上限咧，亦都會有翻個限制。呢方面嚟講咧，都會影響翻咧金融板塊嘅表現嘅。最後咧，亦都要留意翻咧醫美嘅法案咧嚟緊嘅一啲醫療嘅開支咧，未必會上調。呢方面嚟講咧，都會影響翻咧一啲美國嘅一啲醫療保險行業嘅一啲利潤嘅一啲情況嘅，所以咧呢方面咧都要小心一啲。總括嚟講咧，其實可以見到咧 AI 呢個行情咧，我哋唔能夠就係可能擔憂佢個估值太過高而錯過啦，因為始終一個都係一個可能一個相對嚟講比較破壞性嘅一個工具嚟嘅。嚟緊咧，我哋可能就會分散翻一啲 AI 嘅周邊嘅行業啦，包括可能呢啲能源啊、設施啊等等咧，其實嚟做翻個相對嚟講360度嚟捕捉翻相關嘅 AI 行情。同一時間咧，亦都要留意翻咧一個相對前瞻啲嘅一個指標咧，就係咧一啲可能企業嘅一啲 CDS 嘅一啲信貸嘅表現咧，就始終都會影響翻咧股價同埋嗰個經營嘅情況嘅。呢方面咧都可能作為一個前瞻性嘅指標咧嚟睇實翻咧，就係 AI 成個嘅一個投資嘅一個部署嘅。講咗美股咁多啦，講翻港股同埋內地嗰方面啦。港股嗰方面咧，預期短期之內咧都可能一個炒板塊咧，而唔炒市嘅一個行情啦。不過預期咧，今年嚟講咧，IPO 個市場咧都會維持翻相對比較熾熱嘅。舊年嚟講咧，都個集資額咧去到咧就係超過2800億港元啦。按年嚟講咧，比呢個2025年比呢個2024年咧更加係增長咗2倍嘅一個規模。今年參考翻德勤嘅一啲數據咧，預期2026年咧，香港嗰個集資嘅規模咧，可能超過咧就係3000億港元嘅一個規模啦。預計嚟講咧，可能香港咧又會再次咧成為咧全球集資額最大嘅一個市場嘅。要留意翻啦，就係一啲新嘅就係一啲產業啦，叫做新質生產力嘅一啲產業或者啲新興嘅行業咧，其實包括就係啲 AI 啊、新興嘅能源啊、唔同嘅一啲可能大模型嘅企業啊，甚至乎就係一啲醫療嘅一啲生物科技啊等等咧產業咧，陸陸續續咧都會集資上市。呢方面嚟講咧，就會比咧單純可能 A 加 H 股上市嘅企業咧，嗰個吸引力度咧就會更加大啲，亦都有望咧吸引翻啲國際投資者咧嚟可能參與翻咧，就係接觸翻咧國內嘅一啲新興嘅產業嘅一啲高科技產業嘅一啲步伐嘅。呢方面咧都可以留意翻嘅。而近期嚟講咧，見到尤其是最近呢半年咧，見到人民幣咧其實都持續升值啦。呢方面嚟講咧，都係屬於有利有弊。呢方面咧都想同大家探討翻嘅。正面嚟講咧，見到咧人民幣升值咧，其實都有利翻咧一啲企業咧走出去海外。呢方面嚟講咧，都會加強翻咧嗰個國內產品嘅一啲競爭力嘅。
不過要留意翻咧，其實咧見到一啲人民幣過度升值嘅話，其實都會對於一啲可能國內個通縮嘅情況咧有翻個負面嘅影響嘅。呢方面嚟講咧都要留意翻啲。再加上咧，其實如果就係升值得太快嘅話，其實都會令到一啲內地一啲貨幣政策咧嚟緊咧嗰個傳導嗰個空間咧就會放慢一啲。再加上出口嘅方面咧都有翻個不利嘅影響。所以咧總括嚟講咧，人民幣升值咧都係有利有弊，係一個雙刃劍嚟嘅。呢方面嚟講咧，今年咧，尤其是喺個投資組合配置嘅方面咧，都可能納入翻咧人民幣可能表現比較強呢個因素咧，作為一個咧以一個其中一個因素咧，做喺個投資組合配置上面嘅。咁我今日咧市場分享就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亦都你申報翻咧會有持有嘅上述提及嘅一啲板塊同埋股票嘅。咁今日就到呢一度，下次見，拜拜。